南大学台南大学办那个传统艺术的竞赛，舞龙舞狮啊、立正啊、宋江阵啊，连表演都有嘞，好棒哦！系统港的宋江阵也有来竞赛的。仁德大小国小也有舞龙舞狮的。看人表演怎么放。舞龙对不对？江正表演。光国小还有龙凤狮，光国小还有龙凤狮，哇！还有那个造型哦，哇，好棒哦，龙凤。造型，好棒啊！表演好棒。表演，好多种表演，在演艺界里有跳绳的表演，看，还有车鼓阵的，宋江镇的中间那里那个车鼓阵，跳鼓阵，还有打鼓阵，小朋友就变得大刀哦，小朋友就大刀。超轻的。小朋友就大刀舞的好啊。好棒！你看。小朋友就大刀舞的这么好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多莲花哦，好漂亮！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进场机现在收舞了，进场机现在收舞。现场机都要收，现场机又要收了。现场机，好棒哦！现场机收了。那个表演的不错。
啊，棒，好棒，好棒啊！